大家好啊，歡迎大家嚟到紅燈區啊！咁今日有新節目啊，咁就係呢個賽後睇你點睇嘅。咁樣呢，尾場呢就如我預言所講啦，潘頓就贏得一場，跟住一個 pace，跟住贏美湖，就係呢個小鳥天堂。不過我冇買嘅，咁條 Q 呢都係一二好正路 Q 嚟嘅，咁啊6.1倍咗，但利申我冇買，因為之前嗰啲我都唔係咁準啦，譬如獨自升級咁樣冇影啦。咁點解會冇影呢？就係依課特別節目出嚟嘅原因啦。咁啊，先睇第一場先啦。咁啊，魔法速遞同大利好運。咁啊，魔法速遞係搶口，跟住外閃，引致到大利好運要攔避。咁你見到依一下呢，阿潘頓突然間扯一扯藍色眼罩去一去外邊，引到大利好運都褪咗出去，基本上跑多咗人哋大概100米咗啦。咁初頭泥地咧係離放頭，唔離後上嘅。咁我都估唔到嗰隻領創動力可以一放到底。但最神奇嘅地方就係呢，佢原本懶嘅，突然間落啡格，贏到開項，變咗4.9倍 win。我都唔知點解啲人睇得咁準嘅。咁啊睇翻賽後報告啦。咁啊文家良就話重戴眼罩令到佢搶口喎。咁樣下次大家要留意翻個配比冇 B 呢個配比呢，咁就應該出擊㗎啦。咁啊，跟住睇第二場，咁啊中間嗰隻就係多姿多彩啦，跟住後邊淺藍色衫係軒軒君子啦，再外邊嗰隻就飛雲啦，黃帽。咁你見到咧，其實軒軒君子咧受困咧就好輕鬆嘅。咁啊，如果你追嘅話咧，其實佢呢隻馬應該有。你見到而家啱啱先褪出嚟咧，然後先俾力，但係佢就咁俾隻多彩多姿阻住咗，跟住你見到佢零舍都冇盡力推騎過，反而多彩多姿就已經用晒力啦。所以基本上我會睇高隻軒軒君子，但軒軒君子始終葉楚航啲馬咧唔知幾時出嘅，而反而多彩多姿咧就用盡咗㗎啦。賽後報告咧，直頭發現佢流鼻血添，咁啊第一次流鼻血啦。如果再流多次鼻血咧，就係咁先嘅隻馬。所以我諗佢應該要睇一排先啦。但其實個多彩多姿係跑晒俾你睇嘅，明顯係要約早先有得贏咯。而軒軒君子就應該有一 win 嘅。咁啊，跟住我哋睇第三場啦，瑞木香港仔同召喚同行。咁啊，內欄粉紅色衫嘅就瑞木啦，中間嗰個就係香港仔啦，藍帽。最外檔嗰個咧，召喚同行嚟嘅，淺藍色衫紅帽。咁你見到大我一氣咧，其實今日嘅草地賽咧，其實內欄有少少不利嘅。咁啊，大我一氣咧，其實召喚同行就快贏嘅水準噶啦，可能要長啲，又或者可能要個位置上啱啲啊，咁先可以過到，先攞到一 win 咯。其實就召喚同行就跑啱晒嘅，咁就贏就接近贏嘅水準噶啦，爭在會唔會拆組有啲弱嘅就贏到噶啦。而瑞木呢，就都有少少跑進俾你睇嘅，可能內欄唔啱啦，所以下次如果轉場轉跑馬地呢，都要留意隻瑞木啦。咁啊，跟住我哋睇第五場啦。咁呢場呢，就係深紅紅啦，內欄綠色衫嘅就天天更好，後邊紫色衫嘅就笑喜喜，再後邊粉紅色衫係一世美麗。其實呢場呢，我貼中晒3隻位置 Q，咁啊只不過天天更好就近頸四，一世美麗就拎個第二啦。咁其實咧，楊明倫都跑得好好噶啦，大我一氣同召喚同行係相同嘅跑法，但係就略嫌就係兜得太出啦。咁如果你追嘅場合呢，其實召喚同恒生紅紅應該就快贏噶啦，爭在佢遇嘅對手係強定弱嘅啫。咁啊，跟住講第七場，點解隻獨自升級會影都冇啦？就係原來賽後報告就話佢右前腿不良於行，所以包尾二翻。咁就呢隻就要睇一睇佢下次試閘啊，或者第二日佢有冇神操啊？如果話有正常神操咧，證明個傷勢唔嚴重嘅。咁反而令人失望咧，就運來五寶啦，呢個我會定義為狀態不穩馬啦。仲有隻兩區好友啦，我都講唔出點解佢冇影啦。咁啊，大番薯估唔到又一放到底，跟住星火燎原徐雨石嘅穩定後上馬，步文有
有出擊信號啦。咁跟住介紹一下我睇到嘅強組啦。咁啊，首月18號呢個第10組呢係強組嚟嘅，但係千綽塵好似近頸4，海明神區就一 win 一 pay，多彩多姿就一個近頸4，一個 pace，所以期待隻銀量豪俠啊！所以我已經 mark 低咗銀量豪俠一出嘅話，就會當佢強組嘅。咁啊，第二課強組呢，就係呢個11月28號第4組，星際快車就 win 咗，謙謙君子就披咗，咁啊飛來閃耀就冇影啦。咁啊，跟住第3組強組就11月25號嘅第2組啦。咁啊，除咗快活英雄收皮之外呢，咁啊瑞木深紅紅呢都有個 pace，咁啊言之有理就要拭目以待啦，睇佢會唔會有 pace 啦。咁呢課呢，就除咗飛躍成就冇影之外啦，咁啊天天近好近頸4，暴風雷就大熱披，咁啊要留意就係隻部族高手啦。咁呢課呢，嘉應奇兵呢，我記得好似有落飛，跟住好似係跑過第8，咁啊喜尊龍第2，少喜喜就 win 咗啦，志奇不即就收皮。咁我就會睇緊隻英雄戰歌。咁啊，以下呢就係賽後紅燈區點睇區。咁啊，跑晒俾你睇呢，就有多彩多姿同埋大利好運。咁啊，多彩多姿就跑埋流埋鼻血添，咁啊要小心啦。大利好運就雖然輸到有根據啦，就跑得太後啦。咁樣始終我覺得都係跑晒俾你睇。咁啊，沙失唔知道實力如何呢，就有謙謙君子同衝上雲霄。咁啊，其實呢兩隻都失過嘅。咁樣潘頓騎啲塞車馬呢，好明顯呢就打兩邊就 hea 推就算數，因為佢慳翻嘅體力，所以就唔好睇小佢。如果轉人有機會又贏嘅，所以呢兩隻馬如果成攬就可以 win 又2100啊，pace 又2000咁賣啦。咁啊實力馬就有深紅紅，咁啊自換同行，呢兩隻就要大一氣啊，就沙田會好啲嘅。瑞木呢就始終係前置馬啦，除非當日就好利放頭。咁啊，如果佢轉場跑馬地都 OK 嘅。咁啊，海明神區呢就窄路嘅又跑得，泥地又得啦。頭先佢輕磅都追到上嚟嘅。喜尊龍就輸俾隻小李天堂啫，所以都接近勝利邊緣㗎啦。咁啊，跟住到呢個留意配備馬啦，就有隻魔法速遞，睇下下次又戴唔戴眼罩啦。如果都戴眼罩但換咗人呢，咁你都係要跟嘅，因為我都唔知文家良搞乜鬼。跟住雙幻同北穩馬呢，運來五寶就我都解釋唔到點解。其實佢今次跑嘅時間快咗嘅，但唔知點解追唔到。可能上次去跑下 pace，啲對手太弱啦，今次係太強，所以追唔到。所以睇下賠率啦，賠率有嘅先買得住啦。咁啊，獨自升級，咁就右腳不良於行，咁就要睇翻。第二日要睇下佢嗰啲操練有冇正常操練啦。如果有，證明傷勢其實唔差嘅，即係純粹係可能抽一抽筋咁解啫。咁如果跑草嘅話，更加要買啦。咁啊，跟住暫時唔跟馬咧，就有呢個快活英雄啦、巴閉佬啦、星懷心得、美麗歡星、上線魅力同有運。因為呢啲都我睇唔到佢究竟佢真跑唔假跑，總之就冇實力嘅跑法啦，所以呢啲暫時唔跟啦，直到另行通知啦。咁啊，跟住強組留意馬就有頭先嘅部族高手啦、英雄戰歌啦、言之有理同埋呢個銀量豪俠。呢啲如果出嘅話呢，就一定要密切留意啊！特別隻銀量豪俠、徐雨石嘅馬房，佢好需要 win 㗎。好啦，咁今日嘅賽後紅燈區睇你點睇完啦。如果大家中意個節目呢，咁我請你 CLS 我啦，咁就即係 comment like share，咁啊可以撳右下角嘅鐘仔，又或者掃左下嘅 QR code，咁樣我哋下個賽後再見啦，拜拜。